香港擁有豐富嘅自然生態資源，近年一到長假就吸引大批遊客嚟深度遊。其實深圳也有很多風景好的，但是跟香港這邊的風景比起來，還是這邊略勝一籌。到處人頭湧湧，為部分旅遊熱點嘅承載力帶嚟挑戰。政府正研究優化管理措施。你可以去洗手間那裡去倒了水，然後那些食物殘渣扔下去。係咪可以將呢啲咁多嘅人流變成一個消費力咧？香港其實係一個既有生態價值，亦都有歷史古蹟，甚至仲係一個消費嘅地方啦。離市區冇幾遠嘅新界北區，保留唔少獨特嘅歷史同文化特色，值得被探索。仲有好多嘢係要拆牆鬆綁嘅，譬如話佢哋攞牌容易啲啦，整個餐廳仔或者茶餐廳係容易到攞牌。如果我哋要推動鄉郊嘅旅遊文化，培訓導商員係一個好必要嘅一個其中一個環節。深度遊成為旅遊新趨勢，郊區景點要點規劃，旅客分流又可以點樣做，先至實現到無處不旅遊呢？鹹田灣位處西貢東郊野公園之內，被形容為香港最美海灣之一。JT 係露營發燒友，去過香港唔少指定營地。佢話鹹田灣有其他地方比唔上嘅特別之處。一個較為特別少少係可以係沙灘上面露營嘅地方。香港沙灘露營嘅話咧就唔多啊。係啦，呢度鹹田灣啦，再隔離嘅西灣啦，可以夜晚係聽住海浪聲咁瞓覺嘅露營地方咧，係幾特別下嘅，其實係。呢一日係5月1號，內地5·1勞動節假期嘅第一日。近年每逢內地長假期，鹹田灣都出現大批遊客紮營過夜。好矛盾喎，我又想睇下網上面嗰啲圖片係咪真係咁誇張？但係又唔想睇到滿地啲垃圾啊、塞晒啊，廁所係滿地係啲恐怖嘢。暫時而家2點3就好似唔係想像中咁多，晏啲睇下咩情況。下晝4點左右，鹹田灣陸續多人紮營。根據入境處數字，呢一日有25萬人次由內地訪港。周才旭由深圳嚟香港郊遊，佢哋一行大約10日。我之前有徒步這裡的時候，就發現這裡風景特別好，而且我也有了解這裡是可以露營的嘛。然後我在網上也搜了一下攻略，因為這邊比較方便，覺得很累可以回家，覺得不累身體還行，那我們可以繼續前進。喺鹹田灣享用第一餐，佢哋食材廚具都帶備充足。這個小炒肉的，哇，還有這個是紅燒排骨，都是自己做的。有一部分是熟食，是我們自己在深圳就做好的。我帶了豬蹄，還有雞肉，然後我們有同伴帶了小龍蝦、排骨，背的那個包有40多斤，像其他的同伴也有背30多斤。我們背得重的話，意味着我們可以吃到更多的美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在海邊吃着美食、喝着酒的這種感覺。今年5·1黃金週，由內地入境香港嘅訪客一共大約100萬人次，比舊年同期升約1成。郊區景點嘅承受能力備受關注。今日夠唔夠人群啊？其實即係10幾個。今日大家睇到其實嗰個秩序啊，各方面都 OK 嘅。鏗鏘集向漁護署查詢針對旅客高峰期嘅對策，得到書面回覆。署方喺黃金週期間，每日部署90人，加強西貢東郊野公園嘅巡邏、宣傳教育同埋清潔等嘅工作。又喺熱門露營地點，包括鹹田灣營地、西灣營地同埋浪茄灣營地，加派人員日夜巡邏同埋駐守，對違規行為執法。
你可以去洗手間那裡去倒了水，然後那些食物殘渣扔進垃圾桶，最好是自己帶走。為咗保持營地環境乾淨，署方為露營人士提供小型爐火架。唔好意思，唔緊要唔緊要，你用完之後先還過去啊。好，小心啲啊。唔好意思，西貢9個指定營地當中，單喺鹹田灣、浪茄同埋西灣3個營地，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晚一共有大約400個營。晚飯時間過後，鹹田灣唯一嘅公共廁所面對特別大嘅人流壓力。漁護署為遊客預備用嚟隔廚餘嘅筲箕掛咗喺樹上面，遊客各施各法清洗廚具。我剛才洗的時候，就是有點粘鍋。我洗完之後，那垃圾肯定倒水池裡面肯定不太好嘛，所以我要把水倒掉一點，然後剩下的垃圾我肯定倒垃圾桶裡面。這樣的話，因為我希望大家都出來戶外露營，有一個更好的環境。經常露營嘅 JT 奉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晚餐選擇咗加水之後就可以食用嘅脫水飯。我自己份人就食量就少啲，咁我所以就會食呢啲咧，咁就會減輕嗰個重量啦。咁一包我都夠噶啦，其實，因為呢啲咧係密實袋嚟嘅。我食完之後咧，如果真係有啲廚餘或者有啲垃圾咧，即係拎走嘅話咧，我就會擠埋落去燒住之後咧，就可以好方便、好企理咁樣帶走。黃金週第2日，部分旅客一早已經預備出發去下一個目的地。頭先我哋都行咗一轉沙灘啦，我想象中係好惡劣啦，但係唔係，佢哋都算係有手尾，都影到好多係佢哋真係打包晒啲垃圾啊、廚餘啊，直接係抌落去嗰個垃圾槽裏邊咁樣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最理想嘅，梗係當然自己帶走啦。但係依個咁嘅情況嘅話，咁樣要求佢哋可能對佢哋嚟講有啲苛刻嘅，其實係。離島要消化垃圾涉及船運問題。營地配套嘅承受力係咪足夠？連遊客都關注。去倒垃圾的時候，我如果直接倒到垃圾桶裡面，環衛工作者他們過來，他清理那個垃圾桶會很麻煩，也很辛苦，因為上面都有這些油漬啊啥的這些東西，它會發臭。所以說，如果說把這個垃圾的分類做好，環境可能會更好。我2024年的時候來，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被那個沙灘深深的吸引了。你看我現在去那個海邊，我發現有很多垃圾，這些應該都是我們遊客的問題。我是覺得，或者是這裡的環保宣傳做的有點少了，還是我們那邊的人太多了。5月2號入境香港嘅內地訪客人數達到黃金週高峰。當日入西貢東壩嘅路特別多車，因為佢哋上網睇小紅書咧，介紹咗東壩咧，咁佢哋又特登嚟到去打卡影相咯。其實係好嘅，帶動咗經濟，咁多啲嘢做。不過入去塞車塞得好嚴重，就唔係咁多司機想入去咯。今年黃金週東壩嘅平均單日遊客數字係2900人次，係近年新高。漁護署實施臨時人流管制措施，避免呢一帶嘅山徑過度擠擁。我們從湖南岳陽過來，我們今天就只到了這裡，因為這個破邊洲吧，還有浪茄灣都非常好看，非常美。在小紅書上看到別人發，還有朋友圈有朋友去了，就覺得非常的值得來一次。前面朋友啊，拍完照請盡快離開這裡啊。漁護署加派人手巡邏同埋執法，仲用無人機定時喺破邊洲觀景台上空監察同埋廣播，提醒遊客唔好跨越圍欄。環境及生態局表示會爭取早日試行破邊洲預約制度。
平時因為上班可能也比較累，還是想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然後城市裡面人也比較多，每個市區都基本上都是商場啊、夜市啊，都大差不差。但是這種就是非常獨特的。當日漁護署透過網頁公布東壩人流資訊，等遊客可以規劃好啲行程。而家嘅網站上面係有顯示到嗰個人流嘅次數嘅。咁不過即係我自己睇咧，好似揾唔係好到嗰個網站究竟係邊個位置啊？係咪可以有一個即係 App 啦，或者係一個手機嘅程式啦，可以清晰去顯示翻我哋唔同嘅營地嗰個本身個人流嘅次數，而家係去到幾多咧？咁就可以咧，即係等啲旅客亦都可以嚟之前見到，喂，原來呢個營地已經爆咗㗎啦，係咪應該要轉移陣地去其他地方咧？咁我覺得呢方面嘅一啲實時監察啊，科技去幫助我哋去分流咧，係應該要加強咯。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喺黃金週期間嚟到鹹田灣營地視察。我諗佢哋都清得密嘅，係啦。始終大自然嘅地方咧，都有啲烏蠅啊。漁護署表示，正檢視熱門郊遊地點嘅承載力，會參考過去黃金週嘅經驗，檢討郊遊熱點嘅長遠管理策略。張美雄就認為，都要考慮整體旅遊景點嘅分流問題。係咪可以將呢啲咁多嘅人流變成一個消費力咧？將我哋呢啲嘅一啲旅客可以引流翻我哋西貢嘅市中心嗰度去食海鮮啊，或者可能附近嘅民宿啊，或者附近嘅舊街嗰度做下一啲消費啊，買下嘢啊，即係話翻俾佢哋知，香港其實係一個既有生態價值，亦都有歷史古蹟，甚至仲係一個消費嘅地方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全盤嘅一個旅遊嘅規劃嚟㗎。政府建議撥款2億。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發展鄉郊旅遊項目。呢啲未被發掘嘅鄉郊景點係咪可以有效分流旅客？具體規劃又可以點落實呢？下一節再睇。今日咧，我哋咧會係由沙頭角出發啦，然後咧我哋會第一站咧就會去鴨洲，然後咧就再去吉澳，然後就翻去咧沙頭角嘅。呢一日有環保團體搞咗個跳島導賞團，帶參加者遊覽香港近邊境嘅鄉郊島嶼，認識島上面嘅藝術、歷史同埋村民嘅故事。大家身後裏邊咧會見到啦，其中呢一個咧而家叫鴨洲故事館。咁啊，其實前身係咩咧？其實就係一個嘅漁民子弟學校。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啦，就發覺原來咧唔單止淨係即係香港人係對跳島遊有興趣咯，甚至海外啊或者係一啲嘅內地嘅朋友咧都好有興趣。1962年咧，就喺呢個地方咧，就成立咗個珍珠養殖研究中心。一打開嘅咧，就發覺咧，呢度有一粒天然嘅珍珠喺度。大家一般對香港的印象的話，傳統上都是覺得是中環、世界蝦嘴一些摩天大樓、一些消費的一些場景。那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呢，非常的有意義，因為它讓我們深度的了解了香港的在地的文化，一些非遺的社區。呢間機構喺5·1黃金週期間舉辦咗接近30團嘅跳島遊，但係呢一日就已經有過百人參與。經理黃敬聰表示，由於去鴨洲、吉澳呢啲小島都要搭船，暫時唔擔心會出現好似西貢郊區部分景點過度旅遊嘅情況。我哋早2-3年前咧，同啲村民去溝通、去了解。如果我哋做一啲嘅嘢，如果令到佢哋覺得滋擾嘅，咁我覺得唔可以因為我哋覺得要發展個旅遊，就要影響到佢哋生活咯。為咗推動鄉郊旅遊，政府喺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
資助改善鄉郊地區嘅硬件配套，同時鼓勵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呢頭咧叫北架洲，可以晾住啲北嘅。我哋最過啲咧，嗱印洲咧，呢個就係嗰個綠璽咁樣個入嚟嘅嚇。印洲塘海岸公園屬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位於吉澳附近。有吉澳居民認為，印洲塘同吉澳相連，好適合推廣鄉郊旅遊。印洲塘咧，我哋吉澳後邊嚟嘅。以前有啲人形容，有啲文人啊形容咧，上有蘇杭，下有印洲塘，即係可以印洲塘媲美蘇杭。吉澳咧係位於大鵬灣中心，鄉郊嗰啲保育啊，同埋鄉郊嗰啲樹林啊，其他嘢咧就好原始嘅，仲冇人破喺度，所以都好值得推廣嘅。位於香港東北面嘅小島吉澳，以往漁業同農業發展興旺。50年代嗰陣人口最多，居民曾經超過6000人，而家就剩低50-60人居住。我而家得一間酒樓嘅，如果人多咗，嗰啲鋪頭啊、雜貨鋪啊、士多啊都多咗啲話，咁佢有呢個商機嘛，係咪？帶嚟村民有好處嘅，咁甚至乎可能仲多啲人回流翻嚟。Over the 11th to 15th, you know. 7月1號嘛，係啊，自己搞嘅。而家咧，我哋即係大家啱啱食餐飯，揾翻我哋啲村民，睇佢哋意見，有關呢個發展呢個區域咧係點睇法。咁啊，生態遊咧就係咧就最好喺隻船嗰度咧，呼籲咗啲人咧就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唔係咧就變咗吉澳咧變咗堆填區啦。而家要去吉澳，最主要嘅方法係申請禁區紙入沙頭角，再搭船入吉澳。每日嘅船期只係得幾班。有居民認為要發展旅遊，就要處理交通配套問題。如果咧係仲係禁區，人流唔多啲話，人哋街道咧真係維持唔住嘅。而家目前係長期蝕本嘅，但係政府有冇津貼俾人哋喎？唔係，所以而家呢個交通就好主要嘅。喂，你幾時翻返去英國啊？冇打算咯，冇打算。打完照先咯，咁多嘢做。碧姐係吉澳原居民，細個跟屋企人移民英國，幾十年之後，佢選擇回流，幫手搞吉澳嘅活動，甚至自發守護入面嘅百年姻緣樹。咁呢棵樹咧就陪伴咗我哋好耐啦。我差唔多，我諗每一個人嘅童年都有一張相喺度影噶啦。呢個牌係叫人哋唔好爬上棵樹咁樣，我發覺佢哋都唔聽話，都係照做，所以我就要親身嚟看住棵樹咯。都有少少矛盾嘅，好似，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吉澳係好靚嘅，講我啲靚嘢就 show 俾人睇，即係可以大家一齊分享嗰種咯。就另外一件就係驚太多人，又變成另外一個垃圾災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系主任黃家榮表示，政府撥款推動鄉郊旅遊，既要解決硬件配套，亦要處理好同居民嘅關係。要本地人去參與多一啲件事，咁個支持度就會增加嘅。譬如話，會唔會係有啲訓練當地嘅人去做一啲導賞員啦？嚇，呢度可能都需要一啲配套嘅一啲資源啦。今日就去蓮麻坑做一個考察，咁裏邊有好多有法定古蹟啦，有歷史建築啦，有客家嘅文化啦，咁陣間又喺條村裏邊周圍行下。蘇萬興係歷史掌故專家，亦都做導賞員訓練。呢一日，佢帶住一班導賞員學員去考察蓮麻坑。蓮麻坑位於北區邊境，以往入村要攞禁區紙。舊年政府開放蓮麻坑村附近嘅指明邊境禁區路段，為呢一區發展旅遊業行咗重要一步。好啦，嗱，我哋今日嚟個蓮麻坑村第一站就係依家，我哋見到依家客家大屋。
呢間大屋100年㗎啦，一個好典型嘅客家屋啊。咁呢個咧我哋叫鹽口板，呢睇到呢個個咩公仔啊？大師、少師，一品文官就叫太師，太即係大；二品文官就係少師，即係細嘅。啊，其實我哋香港有好多啲旅遊資源嘅，我哋香港有100幾個法定古蹟，啊，咁呢度包含咗好多歷史嘅嗰啲我哋嘅蘊藏嗰啲嘢啦，亦包括我哋好多中華文化嘅一啲底蘊。咁點去推廣咧？參觀都唔識㗎。導遊親身走入鄉郊，將地方故事化為導賞內容。蘇萬興認為政府應該撥款支持培訓導賞員，透過專業講解，展現鄉郊文化旅遊嘅魅力。做個導賞員，而家我哋個要付出嘅嘢好多。如果我嚴格講，我要知嘛，要識詩詞歌賦，識吉祥圖案，識好多中華文化嘅嘢，識好多中外嘅嘢。咁但係而家我做一個專業嘅導賞員，我哋有人工好低。讀書嘅時候我又要俾時間，可能有條要俾學費，咁呢個冇咗個推動力咯。村長其實而家一路整緊咧，攞咗之後咧，而家維修緊啦。咁其實而家個進度係去到邊度？依家其實嚟講咧，大部分90成嘅咧都係做好晒㗎啦。呢度係蓮麻坑舊村後，正係改建成客家文化館，將會設有5個展館。其實蓮麻坑村咧歷史豐富咧，即係我有反清復明嘅基地啦、紅花寨啦。仲有呢個葉定樹故居咧，就係孫中山同盟會。咁啊，客家文化館咧開咗之後咧，香港市民同埋內地、深圳各地嗰啲學生啊，啲都嚟參觀，係嘛？就係了解下我哋香港客家人嘅歷史文化。呢個就係做活動室啦。林炳成經常籌辦本地深度遊旅行團。有份推動成立客家文化館，佢認為配合交通、政策同埋社區協作等方面，先可以喺蓮麻坑發展好旅遊。仲有好多嘢係要拆牆鬆綁嘅，包括好似我哋後面嘅呢啲咁嘅球場，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個頂，咁嚟到佢哋啲人唔使曬住睇嘢啦，同埋我哋搞活動啊，搞其他嘅客家文化嘅推廣啊，其實好有作用。譬如佢哋攞牌容易啲啦，整個餐廳仔或者茶餐廳，咁所以如果係可以比較簡化少少呢啲硬件配套到，容易做到呢啲嘢嘅，我覺得所有任何一個鄉郊發展咧都會快好多。有研究旅遊業嘅學者認為，全球旅遊模式正喺度不斷變化，旅客唔再只係着重消費，而係追求經歷同埋感受。鄉郊嘅文化歷史故事，亦可以成為香港獨特嘅旅遊資源。而家遊客嘅消費模式轉變咧，遊客係俾錢買經歷，係多過咧去買一個產品走嘅。支援當區嘅人去保育，將佢引以為榮嘅一啲建築物啊，或者歷史嘅故事咧，再呈現喺遊客當中咧，我覺得咧係相當之張。當旅遊唔再只係到此一遊，鄉郊嘅旅遊價值都不止於眼前風景。點樣喺發展旅遊嘅同時，保留呢啲地方嘅面貌同溫度，都決定鄉郊旅遊發展可以走得幾遠。